激情全運會，活力大灣區。Hello， 大家好，我係澳門體育頻道嘅 Anna。第15屆全國運動會及第12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會喺今年11月、12月喺粵港澳三地正式舉行。屆時，全國各地嘅優秀運動員將相約喺粵港澳三地競逐各項賽事殊榮。今屆全運會包括競賽項目同埋群眾項目。競賽項目設34個大項，澳門將會承辦5個比賽項目，包括乒乓球所有組別、3人籃球所有組別、5人籃球、男子18歲以下組、排球、女子成年組及空手道所有組別。此外，廣東、香港、澳門亦將11月聯合舉辦全運會公路自行車男子個人賽，係15運會中唯一跨越粵港澳三地嘅比賽項目。其中，乒乓球賽事喺銀河綜藝館舉行，場館位於銀河國際會議中心內。大家見到呢個海報嘅場地就係嚟緊全運會乒乓球賽嘅場地啦，裡面可以容納到16000個嘅觀眾，大家係咪十分之期待呢？乒乓球賽事比賽日期係11月7號到20號，全部小項30面獎牌將會喺呢度誕生。乒乓球項目一向都係熱門賽事，門票非常之搶手，反映到市民及旅客高度關注呢個賽事啊！銀河綜藝館位於氹仔銀河度假城入面，如果嚟澳門觀賽嘅朋友仔喺關閘或者港澳碼頭都可以乘坐銀河嘅穿梭巴士直達比賽場館，而喺澳門國際機場，大家可以乘坐澳門輕軌由機場站坐到排角站落車，過條馬路就可以去到銀河度假城㗎啦。至於喺橫琴口岸入境澳門嘅朋友仔，都可以坐澳門輕軌由橫琴站先坐到蓮花站，再轉車到排角站，就可以抵達比賽場館，非常方便。事實上，今屆全運會乒乓球賽事之所以受歡迎，主要原因係乒乓球運動喺澳門本來就擁有一個良好嘅群眾基礎。跟住呢個環節，我哋玩遊戲送獎品，睇下澳門市民點樣熱愛全運會，齊撐澳門運動員。澳門、香港、廣東。中華白海豚。多謝。